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3天復活了，並且獻給基法看。然後獻給12使徒看，後來一時獻給500多弟兄看。其中1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獻給雅各看，再獻給眾使徒看。末了，也獻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結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説。你們也如此信了。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謊言，你們所信的也是謊言，並且明年我們是為神望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要基督復活。
信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有滅亡了。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了，成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地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我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纣王。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击破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据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受洗的怎來怎樣呢？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
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裏指着你們所誇的口竭力地說，我是天天服死。我若不入任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什麼益處呢？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你們不要自欺，懶教是敗壞善行。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着什麼身體嚟的？無知的人啊！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自粒，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穀。並叫各等自粒，各有自己的形體。Not all flesh is the same. People have one kind of flesh. Animals have another. Birds another. Fish another. And there are heavenly bodies. There are also heavenly bodies. There are earthly bodies. The splendor of heavenly bodies, one kind. The splendor of earthly bodies at one kind, another. The sun has one kind of splendor. The moon another. The star another. Stars differ from stars in splendor.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結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經上也是這樣記着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後一個人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是出於天。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我如今把一件好奇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練。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好同末次吹來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梆梆梆梆，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邊搞壞的，幾邊食品搞壞的。假設經常所見，死地不成溝裂的話，就經驗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目標在哪裏？死的目標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